有事儿吗？我准备了夜宵，要不要吃一点再睡啊？我不太饿，晚上吃多了。补充点维生素。这不是昨天买失败的橙子吗？太酸了，看着都倒牙。你再尝尝。怎么变甜了？放到微波炉里中火叮个几十秒就好了。你也吃啊？哼，吃到一半想起我了？吃一半怎么了？我又没咬。再说了，魏玲珑和米子霞的故事没听过吗？你是说你爱我？我是说，你真厉害，再不好吃的东西到你手里都能变好吃。总，我喜欢你，不是因为这些表面的东西。都已经不需要想象的空间了吗？我还有邮件没发，我家路由器坏了，借你家 WiFi 连一下。我来吧。这串数字是什么意思？你用的是9宫格，老年人的土味情话。温少卿，你家 WiFi 密码是多少来着42633。不用试了。